再来看台铁又有劳资争议，台铁产业工会理事王家是指控讲，伊破病请假，有提供看医生的收据，也毋过因为无附诊断的证明，就互公司来记控制。也毋过台铁是指出讲，一切拢是依照上新的规定来办理，无针对特定的同仁。嘛强调讲，案件已经进入调查，无方便搁再回应。 提标语到台铁门口抗议，台铁产工理事王家徛伫队伍中，控诉家己年初因为脑糊，一直反复发现请病假，曾有提供就医收据，毋过主管要求员工每一日请假拢要附医生诊断证明，所以毕竟两日的控制，即卖还阁可能面临一大个的处分。 我想说15号，那我就再接续休养1天，尽量恢复到全好。所以我当日晚上也跟副院长请假，隔日16号上班的时候，我也立刻补给了假单，还有14号的就医的单据，以及健保快医通里面的截图证明有开药，还有做内视镜的检查。但后来我发现，在差勤系统变批次的不同意，铨部非常明确的写到，只要是合法的医疗机构开出来的证明，或者是医师诊断证明，都可以作为请假的依据。台铁产工表示。 王家咧申诉做到8年期间，这期站长是伫保护申诉员工，现场伊也提出劳动部加专属部的函释，强调若就医的收据都应作为请假证明，呼吁台铁唔通知法违法。产工阁透露，最近接到不少各地单位的反映，指出有主管社会工作原则疏失人事规范。那相关的规定，我还是一样，我们就是依据。 最新的规定，113年请假规则及相关的请假规定，不会针对某一个同仁。台铁表示，这案件已经进入调查当中，任何回应拢可能影响到调查，所以无方便回应。不过，产工认为，台铁爱全面检讨一国多制请假原则，避免各互员工陷入共款的情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